Hi， 我係 Nelson， 係物理治療師，亦係 Essence 教練。膝頭哥係咪覺得痛啊？尤其是打波又或者跳嘅時候，又或者跑得耐，你上樓梯嘅時候，膝頭哥對落嘅位置就唔舒服，係咪？其實膝頭哥下面嘅唔舒服咧，係跳躍膝嘅問題，亦即係髕骨肌腱嘅病變。點解會有呢種痛呢？首先我哋就了解下一個成因先。當你個膝頭哥肌腱持續承受唔正常嘅負荷，無論係多過定係少過，肌腱咧就會開始想保護自己啦，而變得活躍起嚟嘅。咁佢哋就會進入一個叫 reactive phase 嘅階段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或多或少你就會見到少少腫啦。但係當你嘅負荷，例如跳躍啊、跑步啊、行山，持續咁樣累積里數同強度，甚至乎繼續增加嘅話咧，肌腱就會惡化去下一個階段。咁除咗佢會變得更加腫之外啦，佢旁邊嘅組織亦都會因為神經受壓而造成一啲腫痛。但係如果你仲係唔理佢咧，佢就會去到最後一個階段，就係退化啦。咁除咗你成日膝頭哥會腫啦、會痛啦，同埋用唔到力之外，你嘅肌腱亦都會變得好脆弱，受影響嘅組織亦都開始係變到翻唔到轉頭噶啦。嗱，頭先上面不斷提及嘅跳躍啊、跑步啊，會造成髕骨韌帶嘅負荷，其實係因為呢類型需要彈性嘅動作。我哋亦都稱之為增強式動作 （plyometric movement）。正常嘅情況之下咧，佢係由肌肉同埋肌腱分擔嚟槓桿佢嘅彈性出嚟嘅。但係若果出現以下嘅情況，肌腱咧就會包攬大部分嘅工作，造成勞損。情況分別有肌力不足啦、休息不足、力學錯誤同埋一時之間太多彈性嘅動作訓練。呢一啲情況就會令你嘅肌腱開始進入咗頭先問題惡化嘅路徑，慢慢就會跌入咗個輪迴，令你越嚟越差。所以嗱，如果唔想進入呢個惡性循環咧，你就可以試下以下嘅一啲自我測試。首先，你就需要諗辦法墊高你嘅腳踭，可以用鐵餅、書本又或者 yoga block， 高度咧就大概5至6 cm 左右啦。然之後咧，單腳腳踭就會踩喺上面，慢慢進低到水平左右嘅高度。如果過程中你膝頭哥下面會有唔舒服嘅話咧，咁你就好可能有跳躍膝啦。咁有呢一隻痛腳，你又點算呢？嗱，首先一定要暫停所有令你痛嘅活動先啦。然之後咧，你就要立即去揾醫生同治療師做一個詳細嘅檢查，睇下你嘅傷係到咩程度先。嗱，一般情況咧，我哋就唔會考慮做手術嘅。但係你以為就咁食下藥就搞得掂？嗱，咁就估錯晒啦。雖然 NSAID 即係消炎藥同埋類固醇嘅針劑咧，佢可以舒緩你嘅症狀，但係唔少研究都指出，其實呢一類嘅藥物係會影響肌腱嘅一啲蛋白合成同埋細胞增殖，從而就會影響肌腱嘅修復，令到佢好得再慢咗。咁而最有效嘅方法有幾樣嘅，首先就一定係控制你彈性嘅活動。嗱，並唔係完全停止啊，而係要減少活動量，同時間就要增加合適嘅保護，例如髕骨帶啦，又或者治療師就會用肌量效嘅貼布幫你保護條肌腱。因為如果你純粹休息到佢完全唔痛、完全唔喐，就再喐翻嘅話咧，你肌腱同埋肌肉就會變得好弱啦。你一喐翻佢就好容易再整親，因為佢更加弱啊嘛。而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主動出擊，練翻好你嘅肌肉。多項嘅研究都指出啦，等長收縮嘅肌肉訓練，例如一啲單腳踎喺度停住30到45秒呢類動作咧，佢喺減低痛楚方面有明顯嘅效果。另外，如果我哋用大重量而慢速嘅離心收縮訓練，喺改善肌力同埋肌腱嘅情況咧，亦都有顯著嘅效果嘅。咁再者啦，一啲復康嘅訓練嘅時候，亦都要改善翻錯誤嘅力學，就好似以下呢幾個動作咁啦，你都可以試下㗎。嗱，不過做嘅時候唔準有唔舒服㗎。
跳躍膝係一個極之常見嘅情況，但係佢又可以纏繞你好耐喎。試過有人咧，其實已經痛咗成年，佢先至去揾我哋求助。所以啊，千祈唔好以為佢會自己搞掂啊！佢好多時就會搞你1年半載㗎。嗱，你可以試咗前面嘅測試先，但係如果有咩懷疑，甚至係真有其事咧，記住揾專業人士諮詢下。想知更加多運動嘅資訊，就要 follow 我哋 Sportential 啦。記住 like、share 呢條影片，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仲有咩唔明？直接問我哋啦！